我们这半个月生意直线下降，这不应该吧？现在是预售的旅游旺季呀。今天又取消了3个订单。问问原因吧，觉得这事儿不对劲啊。他们怎么说啊，爸？您赶紧查一下吧，他们说我们网上评论特别差，你们查一下。啊？不会吧？我找到了，看，他们说我们态度差，还打人。这是污蔑。下面还有，他说我们客房地上全是头发，柜子里全是烟头，厕所还送黄金。黄金？他说的是那啥。胡说八道！我每天打扫，怎么可能呢？这肯定是水银刷的恶意差评。还会有谁？除了阿杰？准确来说，是阿杰背后的老板。难道上次捣鬼那2个也是他们在后面操控吗？还有那次停电，也是有人蓄意破坏。为什么？就为了赶我们走吗？哎呀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又怎么了？出事了！刚刚我听我朋友说，有人到市监局举报我们虚假打折、恶意折扣，搞不好要面临罚款、吊销执照。你说什么？董事长，这个月他们的入住率才10%，网上全是差评。好，继续盯着，1个月之内让他们滚蛋。董事长，其实他们压根威胁不到我们呀。区区一个小民宿我还不放在眼里，但是他占了我的道，就必须滚。我要的是整个约束的旅游版图，只要你死心塌地的跟着我，好处少不了你的。谢谢董事长，我一定好好干。老板，我一定会成功的，你会看到我并不比家里那些男人差。性别不应该是您选择接班人的唯一条件，能力才是。